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的3月3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8篇，以赛亚书65章17节到25节，罗马书第4章第6节到13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应许实现。上帝是信实的，这是基督信仰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基石。如果上帝是一位无法实现诺言的上帝，那么就没有信的基础了。而信呢，却是基督信仰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或许上帝的应许实现需要时间，或许上帝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实现，但是上帝所应许的呢，它必然实现，这却是毋庸置疑的事情。以赛亚书65章17节到25节，先知提到了上帝的话，这样说道：上主说，我要创造新天新地，以往的事都要被遗忘，不留痕迹。你们要因我所创造的一切永远欢喜快乐。我所创造的新耶路撒冷充满喜乐，城里的居民要欢欣，我自己也要因耶路撒冷而欢欣。为城里的居民喜乐，那里再没有哭泣，没有哀嚎，小孩子不会夭折，老年人都享长寿。活到100岁的算是年轻，未满100岁死去的人可以说是受我咒诅的。他们造了房子，自己住进去；他们种了葡萄，喝自己所酿的酒。他们绝不让别人住进自己的房子，或让别人喝自己的酒。我的选民要像树那样的长命，他们将长久享受自己工作的成果。他们所做的事都会成功，他们的孩子不会遭受灾难。我要赐福给他们和他们的子子孙孙。他们尚未呼求，我已经答应；他们祷告未完，我已经垂听。狼和羊要在一起吃东西，狮子要像牛一样吃草，蛇不再伤害人。在锡安我的圣山上，不再有伤害或是邪恶的事。上主这样宣布了。新天新地呢，不是人的手所能够做到的。若不借着上帝的应许以及他的恩典，就无法成就。也如同保罗的教导，他所提醒我们的，基督徒无法靠自己成圣称义，更不是靠律法行为来得救，而是因为我们相信上帝是信实的，愿意全然的将自己交托给上帝，这样才能够得到上帝的应许。罗马书第4章第6节到13节，被保罗非常强调，因信称义的应许实现是透过相信。这也正是亚伯拉罕为什么会被称为信心之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。大卫所说，那不靠行为而蒙上帝认为义的人有福了，这就是这个意思。他说，那个过犯蒙宽恕，罪被赦免的人有福了。那罪过不被主计算的人有福了。大卫所说的这福泽只是属于受割礼的人吗？当然不是，他也属于没有受割礼的人。因为我们已经引证圣经的话说，亚伯拉罕信上帝，因他的信，上帝认他为义人。这是在哪一种情形发生的呢？在亚伯拉罕受割礼之前，还是以后呢？是在以前，不是以后。
他后来受了割礼，这是一种表征，证明他在受割礼以前已经信而成为了义人。所以呢，对所有未受割礼但因信而被上帝认为义的人来说，亚伯拉罕是属灵的父亲，但也是已经受割礼的人的父亲。不但因为他们受了割礼，也因为他们跟随了我们先祖亚伯拉罕在未受割礼之前那种信心生活。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，他将承受了这世界。这应许不是因为亚伯拉罕遵守法律，而是由于他因信而被称为义的人。诗篇128篇，敬畏上主的人多么有福啊！遵行他命令的人多么有福啊！你劳碌得来的够你使用，你必定快乐，凡事亨通。你的妻子在家中像结实累累的葡萄树，你的儿女围绕在你的桌子像小橄榄树。敬畏上主的人必定这样蒙福，愿上主从西安赐福给你，愿一生一世目睹那耶路撒冷繁荣，愿你们活着看见你的子子孙孙，愿以色列国泰民安。恳求慈爱怜悯的上帝帮助我们坚定的信心，抱持着坚定的信心来依靠上帝，因为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信实的，所应许的必然实现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